follow AYO 台语好耍哦！大家好，我是台妹啊。今日我要来甲大家讨论一寡真侪人想到台语会产生的一寡迷思。第一题，真侪人问讲，是安怎台语无要叫闽南语就好？是安怎咧霸占台语这个词？敢讲客语、原住民语拢毋是台语呢？嘿，真侪人安尼想。我的想法是，伫荷兰人地心讲因迄个时阵来台湾开始，有真侪汉人对因来台湾嘛。其实一开始是无闽南语这个词的，闽南语这个词是国民党后来因家己创的。迄个时阵来台湾的汉人有分漳州人甲泉州人，无闽南人这个称呼。通常你是倒位的人，你就讲啥物话嘛？像讲日本人，伊就讲日语；英国人讲英语，普通是安尼啦。国民党用闽南语这个词，伊其实是有伊的政治用途的哦，就是要去台湾化，安尼因会较好甲咱识别嘛。你若讲咱台湾人讲的话是闽南语，就表示咱这台湾人拢是闽南人，闽南人嘛拢是中国人，所以台湾人就是中国人，因就是希望要互咱感觉讲，咱大家拢是中国人，安尼甲咱洗脑，对，所以毋才会甲咱迄个时阵上侪人讲的语言，台语叫做闽南语。迄个时阵来台湾的汉人，因讲的语言是为中国的南边炸过来，无毋对。毋过因开始长期住伫台湾，开始一代传一代，经过荷兰人、西班牙、英国、日本时代的殖民统治了后，伫这个过程当中，因为贸易的关系，甲真侪外国人有接触到，原本的语言就加入真侪新的外来语。台语嘛，因为迄个时阵就甲真侪台湾的原住民有交流，去透揽到真侪原住民语。就甲原本漳州话、泉州话产生真侪无共的所在，真侪台湾在地的语词。譬如讲吼，台湾有真侪地名，也是台湾原生的动物，因的名拢是互咱遮讲台语的台语族群吸收使用，保留到即马。就讲干豆、沙拉、管肚、沙鹿，因拢是平埔族的地名。巴拉嘛叫领管、脸雾、往来，这个名词拢甲原住民有牵连。到日本时代，这汉人已经伫台湾在地生产，所以因对因家己的认同是台湾人，统治者是日本人，所以迄个时阵的国语叫做日语，咱讲的话叫做台语。台语这个词是一个专有名词，甲客语、原住民语同款，拢是台湾的语言，毋是台湾的语言。这个词的缩写，毋是亲像讲台湾大学，伊是一间台湾的大学，无毋对。毋过台湾大学毋是台湾的大学的缩写，真侪其他的大学嘛，拢是台湾的大学。台湾本地就是一个真济族群的所在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本来就做想要鼓励大家学家己的母语，无论讲你是倒一个族群，你就去学你的母语。阮是母语派的，毋是讲咱台语派尔，对。台湾就是咱台湾的特色嘛。我感觉人类的社会嘛是因为台湾才有趣味。就是因为台湾大家无共款，所以才有足丰富的文化。嘿，第二个，有真侪人会讲台语就无字，就日厝里学就好啊，会晓听会晓讲就好啊。来，台语毋是无字，迄是因为咱台湾人对台语的知识上少啊，所以咱会感觉讲台语无字，因为学校无教嘛。为啥咱学校无教？因为以早国民党无要互咱教台语嘛。嘿，其实吼。咱台湾人因为看汉字看惯势啊，所以只要毋是汉字的字，咱拢感觉伊毋是字。其实真侪语言因的字嘛毋是汉字啊，对无？像讲台语就毋是，台语其实是有字的哦。台语有一款文字系统叫做白话字，白话字伊是一套用拉丁字母去书写台语文的文字。19世纪的时阵，迄时有真侪传教士来台湾嘛，迄是基督教长老教会设的，所以嘛，互人叫做教会罗马字，咱会叫做教罗，嘛叫做台湾字。这套文字吼，伫台湾已经使用100多年啊。不过伫1970年迄个时阵，国民党政府因全面禁止咱台湾人使用白话字，嘛因为安尼，咱无法度伫学校学白话字，所以愈来愈侪人就毋捌这套文字，大家就会感觉讲，台语无字，其实毋是的哦，台语有字哦。即马教育部有创一套台湾闽南语、台湾罗马字、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方案，就是台罗。
啊，这台落其实甲白话字有一点仔无共尔。啊，后摆咱教大家白话字的时阵，我才甲大家介绍第三个问题，像咱无爱用注音学台语就好啊。这个问题真简单，因为注音符号本底就无够台语通用啊，伊就毋是为台语设计的嘛。我凊彩讲一个词，冒死啊！讲哦，弹掉啊，冒死啊呢，冒死啊！这个冒，你要安用注音来写，伊写袂出来，因为无这个音。你注音内底就无啊，注音内底敢有无，所以你写袂出来嘛。而且全世界敢若台湾有咧用注音，甲其他的语言拢无相通。颠倒是你若学白话字、学罗马字，对学其他拼音系统的语言，佫有足大的帮助。安尼1减25啦，减4扣对无？第四题，讲台语无水准。啊，咱学台语的重要性是啥物？咱拢知影，国民党来台湾，甲咱实名统治的时阵，为着要甲大家洗脑，一直要互大家感觉讲，哦，咱大家拢是中国人，咱两岸一家亲，安尼。咱若要做中国人，就爱讲北京话，啊，佮用发钱的即个步数来打压咱的母语，啊，互咱感觉，哦，咱讲家己的母语哦，足无水准的。迄拢是为着因实名台湾的正当性，所以因毋才安尼做。因为讲咱的话无水准，啊北京话较有水准，啊咱讲台语的人无水准，去互迄个讲北京话较有水准的人统治，安尼敢若拄啊好尔。其实敢安呢？因是利用政治的力量，互北京语去垄断规个台湾的语言市场，去取代台语伫学校啊、伫社会的功能。啊，所以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，怎啊变做敢若拢是无路用的语言安尼？因就是利用这点。去达成要实名咱台湾的目的，所以毋是咱的语言无水准，迄是因为经过因的政治操作，毋知咪做安尼。啊，时间久啊了，咱就开始自卑。咱知影语言是一个族群的命脉，啊，你的语言若互消灭去，你这个族群的文化嘛会对咧无去。啊，文化无去了，咱对咱的族群的认同嘛会消失去。这就是为虾米咱台湾人对咱的国家的认同足混乱的原因。啊，为着要保存咱的文化，所以咱就爱鼓励大家去学你的母语，安尼咱会当甲咱的文化保存落去，一代传一代，咱就有真侪多元、真丰富的文化。啊，咱就嘛会感觉哦，做台湾人真骄傲安尼。以上是我即要分享给大家的想法。啊，你若有其他意见，若是你无认同我的想法，嘛无要紧，咱就是当讨论。啊，你会当伫下骹留话，你若有介意，会当试一个赞，啊，会当分享给你的朋友看。啊，希望咱台湾人拢会当甲咱做台湾人的自信找转来。所以，咱即马开始会当学母语，啊，会当去认捌一寡台湾的文化，安尼对。好。